今次我嚟到英國係為咗暑假嘅英國實地睇樓團做功課，而家就先帶大家參觀位於北倫敦 Zone 3 Harrogate 嘅 Northgate Park 啦。Harrogate 地區一向以傳統社區為主 ，new build 供應極少。首次推出市場嘅 Northgate Park 係難得嘅全新大型綜合住宅發展項目，由 The Hill Group 同埋 Peabody 聯手打造。今次推出嘅第一期，最快今年第4季就會收樓。以投資角度嚟睇，由於呢度比較缺乏供應，將會好受到租客歡迎，租金回報率平均都會超過5%。Northgate Park 提供1至3房嘅 apartment， 另外就有啲少量嘅3房同4房嘅 townhouse， 佢哋都有 on-site 嘅 concierge， 佢哋嘅設計時尚，空間寬敞，配套完善，所以無論你係投資或者自住咧，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屋苑中間係1.8英畝嘅特色中央庭園，附設大型超市、幼兒園、cafes、牙科診所等等。屋苑對住 Chestnut Park， 無論去市中心、學校、shopping 定公園散步，全部都係幾分鐘嘅事。屋苑另一特色就係行10分鐘就到英國人都成日去嘅 Green Lanes， 呢度有 London's Bestwood Street 之稱，仲有古董珠寶店、獨立小店、cafes、超市等等。街尾喺 Harrogate Green Lanes 車站提供 Overground 連接，直達倫敦東西角區。Northgate Park 門口有多條嘅巴士線直達 King's Cross、Liverpool Street、Angel、Chinatown 所在嘅 Leicester Square， 最快8分鐘已經到達 Manor House 地鐵站。由 Manor House 搭 Piccadilly Line 8分鐘已經到 King's Cross。King's Cross 附近自重建後，有 Google 等國際企業總部進駐，過百間嘅商店同埋餐廳，又有 Eurostar。King's Cross 樓價高企，帶動附近幾個車站嘅樓價跟住上升。而家 Manor House 一房單位都升到50-60萬英鎊，有啲2房單位近過8萬鎊。而 Northgate Park 咁近 Manor House， 但平均尺價足足平3至5成。佢嘅聯排別墅最平近唔使100萬鎊，性價比更高，升值空間更大，買平啲住大啲，回報都高啲。如果你對呢個 Northgate Park 有興趣，或者想知其他嘅樓盤，立即同我哋 Bannerman Reeves 嘅團隊聯絡啦。睇完係咪好想跟我暑假去實地參觀 Northgate Park 呢？快啲揾我哋了解下啦！ To buy or not to buy non-local off-plan properties, assess the risks before you buy. 境外樓花買唔買，計過風險先好買。